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飯廳呢度放咗4人飯台，呢個就係開放式廚房，仲有個入口大門就呢個位置。主人房咁佢有高身衣櫃同埋床。另外有個對流窗，出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對住都係開揚嘅山景。洗手間係名次設計，魚缸方便淋浴。睡房放咗床同埋高身衣櫃，呢邊窗外亦都對住開揚嘅山景。呢度就係客廳咧，一邊擺梳化，一邊擺電視櫃。前少少有個露台，對住就係開揚嘅山景。